一隻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熊，一個以身試毒20年嘅男人，甚至將白宮變成動物園嘅總統。你哋聽起身咁荒唐嘅事，實際上都係真實發生嘅。咁今期咧，我就同你講下呢啲荒唐嘢。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軍隊咧有個特殊嘅戰友，係一隻身高6尺、體重大約500磅嘅敘利亞棕熊。呢隻熊當之無愧，成為歷史上最令人敬畏嘅戰爭英雄之一。1942年，當波蘭第二軍喺伊朗行軍嗰陣時，撞到個細路仔，佢個手入邊咧攞住一個麻包袋，入邊啲嘢好似會喐噶噃。當個細路仔打開個麻包袋，入邊咧係一隻熊仔嚟噶噃。後尾呢隻熊仔就被軍隊收留咗。喺嗰一年嘅8月，呢隻熊仔正式交咗俾波蘭第22炮兵補給連，成為連隊入邊嘅其中一份子啦。而且仲有個波蘭名叫做弗伊泰克，意思就係面帶微笑的戰士。起初咧，呢隻熊仔就成日搞搞震噶。有一次，軍隊準備傳統嘅平安夜晚餐嗰陣時，發現弗伊泰克已經提前去咗食物儲藏室，唔單止偷食，仲將啲嘢搞到亂七八糟。不過第2年，弗伊泰克就立咗大功啦。佢發現咗營地入邊嘅間諜，而且仲同啲戰友發出警報。有一晚，佢無意撞到一個偷偷潛入營地諗住偷彈藥嘅人。呢個人後嚟被證實係反對英國統治嘅當地人。當佢見到弗泰伊克，即時嚇到鬼殺咁嘈。佢一叫，即刻就驚動到其他士兵，跟住衝埋嚟捉住佢啦。為咗獎勵弗泰伊克，啲士兵俾咗2樽啤酒佢，仲批准佢隨時隨地可以沖涼。由嗰陣時開始，啲士兵意識到呢隻熊其實係個得力助手。久而久之，同班大老粗士兵一齊長大，弗洛伊克呢慢慢養成一啲出人意料嘅人類習慣。當佢仲係熊仔嗰陣時，佢會用個舊嘅伏特加酒樽裝奶飲，慢慢中意咗飲烈酒。弗泰伊克好飲得㗎，成日將其他士兵飲到醉晒。佢自己飲啤酒、葡萄酒就好似飲水咁樣。考慮到佢成年之後重成500磅，幾乎唔會飲醉嘅，或者呢件係好事嚟嘅。不過弗泰伊克有個最奇怪而且唔健康嘅習慣，就係佢好中意食煙嘅。佢唔單止會索，仲會成支吞埋落肚。據講佢仲好挑剔㗎噃，淨係食人哋點着嘅煙，而且通常食一啖就吞咗落肚噶啦。打仗日子係好難捱嘅。弗伊泰克就係班士兵嘅開心果，係大家嘅精神支柱。有佢喺度，班士兵呢就冇咁大壓力嘅。佢成日同啲士兵摔跤，甚至仲學識喺啲戰友同佢打招呼嗰陣時敬禮。佢仲好似隻狗仔咁樣，會追住啲士兵練習掟手榴彈嘅時候掟出去嗰啲橙。1943年，呢支波蘭軍隊準備加入盟軍喺意大利嘅作戰行動，嗰啲士兵呢亦都決定帶埋弗伊泰克一齊。但係當佢哋去到港口嗰陣時，英國官員就唔俾弗伊泰克上船啦。理由係佢唔係正式嘅軍人，而且本質上仲係一隻可能傷人嘅野生動物。但係啲波蘭士兵就冇放棄啦，佢哋諗咗個離奇嘅辦法，就係當場宣布任命弗泰伊克成為第22炮兵補給連嘅列兵。啲士兵仲俾咗個正式嘅軍銜同軍號佢，甚至有本士兵證添，用嚟證明佢嘅軍人身份。就係咁樣，弗泰伊克就可以同啲戰友一齊上去意大利嘅船啦。1944年，當士兵重新投入戰場嗰陣時咧，佢哋直接參與咗卡西諾戰役。呢場係2戰入邊最慘烈嘅戰役之一。啱啱到戰場嗰陣時，弗泰伊克就俾戰場嗰啲爆炸聲嚇到魂飛魄散，三爬兩撥爬咗上樹。但係見到啲戰友咁忙，佢終於爬翻落樹開始幫手啦。佢模仿嗰啲士兵嘅動作，喺個戰場嗰度搬運裝滿炮彈嘅箱。通常要4個人先搬得喐嘅箱，弗泰伊克自己就托住啦，仲會將個箱推去個貨車或者其他彈藥箱嗰度。每個箱呢重大約45 kg，入邊裝住每個大約11 kg 重嘅炮彈。而弗泰伊克從來都冇跌過一個箱。聽起身就好似奇幻故事，但係有記載顯示曾經有一個英國士兵親眼見到一隻6尺高嘅大熊
喺戰場嗰度搬運炮彈，當時佢嚇到成個牛晒。1944年5月18號，波蘭第二軍由軸心國軍隊入邊搶咗似乎好穩陣嘅卡西洛山要塞，贏咗呢場戰役。弗泰伊克唔單止喺呢場殘酷嘅戰役入邊幸存，而且佢嘅貢獻被認為係對整體戰役勝利至關重要。所以波蘭最高指揮部決定將弗泰伊克定為第22炮兵補給連嘅正式徽章圖案。個徽章度呢，弗泰伊克攬住一個炮彈，就好似佢喺戰場嗰度咁樣。打完仗之後，弗泰伊克就俾人送咗去愛丁堡嘅動物園，成為好出名嘅動物明星，好多遊客嚟睇佢㗎。1963年12月，士兵熊弗泰伊克最終以22歲高齡離世。對於熊嚟講，已經好長壽㗎啦。佢唔單止係一位真正嘅戰爭英雄，仲係一隻毛神神嘅英雄添。好啦，跟住我哋講翻人啦噃。我哋由陸地轉去公海，同樣都係二戰時期，有個叫做潘廉嘅中國人係點樣創造咗人類生存奇蹟呢？1942年11月23號，英國商船貝洛蒙德號喺南大西洋巴西以東大約1200公里度，被一隻德國潛艇襲擊，2發魚雷打中咗商船，隻船喺2分鐘之內就沉咗。船上邊大部分人，包括中國船員、英國軍官，全部都跌晒落水底。由於襲擊速度好快，破壞程度亦好大，啲人根本就反應唔切。不過嚟自中國海南嘅24歲船員潘廉成為唯一幸存者。佢着住救生衣喺公海嗰度浮下幾個鐘之後，發現附近有一隻喺沉船殘骸入邊飄出嚟嘅救生筏，大約2.4米咁長啦。佢即刻爬上去，佢自己都唔信會好運到爆棚嘅。而且救生筏上邊仲有好多物資㗎，有大約45升淡水、幾罐餅乾、乾肉、煉奶、朱古力、檸檬汁、一個電筒，仲有用嚟發信號嘅煙霧罐同信號彈。呢啲物資簡直係可以救命㗎啦。不過佢哋遲早會用完㗎噃。潘廉嘅海上求生之旅注定漫長又艱難。經過55日精打細算之後，就算連間中飲檸檬汁預防壞血病嘅日子亦都冇啦。呢個時候佢啲物資全部用晒，咁就要焗住佢諗辦法自救啦噃。佢用一塊帆布搭咗個棚，咁樣可以收集雨水，又可以遮住太陽，咁就唔會中暑晒親啦。佢仲喺個電筒度拆咗個彈弓出嚟，加埋拆開嘅麻繩同埋一塊硬餅乾做魚餌，做咗一個簡易魚鈎去釣啲魚仔，再用啲魚仔釣更大嘅魚。所以佢專門喺救生筏嗰度拆粒釘出嚟，將佢做咗一個更硬淨嘅魚鈎。呢啲大魚啊夠晒頂肚啊！佢仲用罐頭盒做刀片，劏咗啲魚嚟食。就係咁樣，佢整咗一個雖然唔係好穩定，但係可以勉強維持生存嘅系統。不過呢個生存系統仲有一個最大嘅威脅，就係天氣啦。大多數日子海面就好熱好靜嘅，但係到咗1月份，潘廉撞到一場暴風雨，連隻救生筏都差啲反轉咁滯。喺呢場暴風雨度，佢珍貴嘅儲備水同魚乾全部沖晒落海，佢冇計啦，唯有由頭嚟過啦。咁就搞到佢嚴重脫水，個人越嚟越虛弱，甚至仲頭暈添。咁乜嘢都冇，點算啊？佢唯有通過一種令人不適嘅方法嚟獲得水分。佢開始捉海鳥飲佢哋嘅血，雖然聽起身好核突，但係點都好過渴死同埋脫水啊！除此之外，海鳥同魚一樣，都係幾好嘅食物來源嚟嘅。佢仲會將食唔晒嗰啲鳥肉切成條曬乾，咁就變咗肉乾啦，以備不時之需啊嘛。但係潘廉呢個簡陋嘅屠宰場充滿魚腥同血腥味，好快咧就吸引咗啲不速之客啦。到咗2月份，一紮鯊魚開始定期喺救生筏周圍揼揼轉。不過咁樣反而令到潘廉有個大膽嘅諗法噃。佢將釣魚線加倍加粗，再掛住一嚿肉掟落海度，等啲鯊魚上釣。佢用帆布包住對手，一嚟可以保護對手啦，二嚟又可以增加摩擦力。終於一條有成1.5米長嘅鯊魚咬咗落個魚鈎度，潘廉出盡力一扯，將條鯊魚扯咗上去救生筏。鯊魚喺個救生筏嗰度搭嚟搭去，係咁咬。潘廉即刻攞佢裝水嗰個鐵罐，係咁剝落鯊魚個頭度，終於剝死佢。佢將鯊魚劏開，食咗可以食嘅肉，
仲將魚鰭切落嚟曬乾，應該就用嚟整魚翅嘅啦。今次捕殺鯊魚嘅成就，雖然呢就鼓舞咗佢嘅士氣，但係佢而家已經喺海上漂流差唔多4個月啦。潘廉通過觀察月相嚟計下時間，佢心入邊嘅希望喺度慢慢消失。3月過咗，潘廉繼續向西漂流。咁期間啊，佢曾經1、2次見到海平線嗰度有隻船經過嘅，佢即刻發射信號彈，搏命喺度揈手，但係都冇回應。其中有一架美國巡邏機真係發現到佢嘅，仲掟咗個浮標嚟確定佢個位置。但係好唔好彩，一場暴風雨跟住就嚟咯噃。等到救援隊嚟準備救佢嗰陣時，潘廉嗰隻救生筏已經俾啲風吹到好遠，搵唔返啦。不過喺1943年4月，潘廉見到一樣嘢，喺水入邊有綠色嘅植物。潘廉作為經驗豐富嘅海員，佢知道漂浮嘅植物即係意味附近有陸地。事實好快證明佢係啱嘅。喺海上漂流133日，行程超過1100公里之後，佢終於被巴西漁民救咗上岸。返到陸地之後，潘廉自己都好出奇啊！佢竟然淨係輕咗9公斤。考慮到當時嘅處境，咁足以證明佢嗰套自力更生嘅生存方法係幾咁有效啦。經過幾個禮拜康復，確定好返可以去旅行之後，佢俾人送咗去英國接受詢問。話晒佢係呢艘英國商船唯一嘅幸存船員。英國人有好多問題要問佢。潘廉講完自己嘅經歷之後，所有人都覺得震驚同敬佩。呢件事啊，甚至傳到去英皇喬治6世嗰度。1943年7月，英國國王授予潘廉大英帝國勳章，以表彰佢喺漫長而艱難嘅困境入邊展現出嚟非凡嘅勇氣、堅韌意志同埋應變能力。呢份名譽佢當之無愧嘅。潘廉喺海上嘅生存奇蹟令人驚嘆。到咗2戰結束之後嘅冷戰時期，一個聽上去好似係假新聞嘅真實爆炸故事，就更加令人覺得驚奇啦。原子彈爆炸嘅場景就可以話係奇觀啦，但如果喺地下引爆原子彈，會發生咩呢？1957年7月26號，有人就因為呢個好奇嘅諗法，做咗一個實驗，而呢次實驗竟然意外令一個乘客用極快嘅速度飛向宇宙。呢個就係圓錘行動入邊柏斯卡 B 核試驗嘅離奇故事。圓錘行動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為咗推進武器研發項目而開展嘅一系列大陸核試驗入邊嘅第6次試驗。20世紀50年代，美國軍方一直喺度不間斷進行核試驗。喺2戰後期，原子彈嘅發明改變咗世界格局，跟住改進原子彈就成為美國最重要嘅任務之一。喺美國嘅內華達沙漠，呢度就係大量新型核武器嘅試驗場地。由50年代開始，啲科學家開始擔心大規模核試驗會唔會有核輻射沉降問題呢？於是佢哋決定將一部分核試驗轉移到地下進行，咁樣爆炸產生嘅影響相對會可控一啲。佢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呢，就叫做柏斯卡 A。今次試驗嘅爆炸威力超過佢哋嘅預計，去到原先預計嘅5萬倍度呢。當時嘅原子彈俾人放咗喺一個大約64米深嘅露天豎井底部，爆炸嗰陣時，嗰啲火焰喺井口嗰度噴出嚟，成幾百米咁高。啲研究員見到咁樣，即刻上車走，保住條命仔啦。好彩最終都冇事，亦都冇因為咁樣退縮。跟住柏斯卡 B 實驗嗰度呢，用咗一個大約152米嘅密閉豎井，喺井口用一個有10 cm 厚嘅鋼蓋密封。呢個鋼蓋本質上就係一個超厚超重嘅井蓋，差唔多成噸重，仲將佢焊實喺個井口度。而原子彈呢，就放喺個井嘅底部，用一個大吊機將佢放落去。喺原子彈上邊大約幾廿米嘅位置呢，懸掛一個152 cm 厚嘅石屎圓柱體。圓柱體中間有個窿，已經擺咗好多感應器電纜喺度。豎井上邊更加有一個圓製嘅密封容器，入邊裝咗好多診斷設備，可以透過圓柱中間嘅感應器電纜記錄爆炸數據。當然，前提係呢個容器嘅精密防護層可以喺爆炸入邊幸存。當啲科學家撳個引爆掣嗰陣時，嗰啲好似地獄咁樣嘅火焰即刻噴發。原子彈引爆之後，
周圍大部分岩石瞬間氣化，形成一個巨大嘅空洞。幾日之後，呢個空洞就凹咗，變成一個彈坑。當融化嘅岩石向下陷嗰陣呢，爆炸同時仲氣化咗掛喺上邊嗰個2噸重嘅石屎圓柱體，產生咗一種超高溫氣體噴射流，直接向上衝。呢種由氣化石屎形成嘅氣流，再加埋原子彈爆炸產生嘅衝擊波，就係嗰個鋼製井蓋要面對嘅衝擊啦。我諗無論係邊個都好，應該都唔會想做呢個井蓋啩。參加試驗嘅科學家已經預測到個井蓋會飛起㗎啦，但係好遺憾，記錄呢個過程嘅影像一係已經冇咗，一係呢就仲係保密緊。不過當時部署嘅高速錄影機呢，仲係影到一格畫面噃。個井蓋啱啱飛到井口就即刻出咗鏡。啲研究員根據呢個畫面，再加埋爆炸豎井壓力計算，得出結論：呢個衝出嚟嘅井蓋當時飛行速度大約係20萬公里每小時。作為參考，呢個速度大約就係 F-15戰鬥機極速嘅75倍。佢唔單止成為人類有史以嚟移動最快嘅人造物體，更加令人興奮嘅係，佢或者已經入咗太空。呢個井蓋嘅速度係擺脫地球引力所需要嘅5倍，咁即係話佢呢個速度完全可以送入太陽系嘅。當然啦，前提係要佢喺上升過程入邊可以保存到。誰知道啊？好似井蓋呢一種非流線型嘅鋼質重物，用嗰種速度穿過大氣層，絕對唔會係安安樂樂嘅。大氣層入邊嘅氣體會產生巨大嘅摩擦力，所以有啲科學家計過之後就覺得喺到達太空之前，嗰啲摩擦力就會將個鋼質井蓋氣化。但係事實亦都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由於成個過程太多變數，有啲科學家認為，考慮呢個井蓋嘅巨大重量同埋驚人速度，佢仲係有可能會成功抵達太空嘅，甚至有可能仲喺太空漂浮緊添，話唔埋會同 UFO 擦身而過。希望啲外星人唔好以為個井蓋係地球人有心同佢哋開片。冷戰時期仲有一個聽上去陰謀論，但係真實發生過嘅黑暗實驗。喺冷戰時期呢個階段，以保衛國家名義實施嘅行為，有陣時會變得好瘋狂。特別係對於20世紀中期嘅北美大陸嚟講，呢種瘋狂體現喺政府對本國公民進行害人實驗嗰度。20世紀50到60年代，西方世界對蘇聯擴張同核武威脅嘅恐懼已經去到頂點，而美國 CIA 就擔心其中一個傳聞，蘇聯已經研究出心理控制技術同洗腦技術。如果個傳聞係真嘅話，咁樣對當時嘅美國係一個好嚴重嘅威脅。細到對個人進行洗腦，大到逼到啲人泄露國家機密，為咗唔好執輸， CIA 亦都開始同類實驗。佢哋用害人嘅方法同埋化學技術，希望可以知道人類大腦嘅奧秘。20世紀50年代初期，呢個龐大嘅秘密項目正式啟動，代號係 MK Ultra。不過好遺憾，關於呢個計劃嘅公開信息好有限，因為1973年喺準備開始內部調查嗰陣時，CIA 局長理查克爾姆斯就即刻落命令銷毀所有計劃文件，而我哋而家所知道嘅信息，全部都係來自幸存嘅 CIA 財務記錄、內部文件、CIA 官員嘅證詞，仲有法庭記錄、媒體採訪嗰啲當事人嘅描述。由呢啲殘存嘅資料，我哋可以了解到，成個計劃包含149個子項目，其中子項目入邊有個叫做68號嘅，呢個子項目係喺蒙特利爾麥基爾艾倫紀念精神病院開始嘅。照道理嚟講，精神病患者嚟呢度係為咗醫治嘅，希望可以病情好轉。但係佢哋喺呢度經歷嘅呢，就係一場噩夢。1957年到1964年期間，喺唐納德尤恩卡梅倫醫生嘅主導，嗰個機構對50個患者進行100幾次實驗。呢啲患者都有精神分裂症、抑鬱症。而卡梅倫醫生所謂嘅自創療法，主要包括2個階段：去模式化同重新模式化。呢2個階段嘅目的係強行打破患者原有嘅行為模式、思維模式同自我認知，然後用新嘅模式取代，希望可以咁樣幫患者消除不良嘅精神問題。去模式化嘅階段會持續幾個禮拜，喺呢段期間發生嘅事足以令任何人精神崩潰。卡梅倫主要用電休克療法，
而且使用嘅頻率超過而家我哋認為嘅安全範圍。佢認為咁樣可以徹底重置患者大腦入邊可能引發問題嘅神經連接。電擊之後，仲會令患者進入藥物誘導嘅昏迷狀態。卡梅倫覺得咁樣做可以防止患者抗拒治療，避免嗰啲不良心理模式復發。而且佢覺得，只要患者清醒嘅時候都喺度接受緊治療，就冇機會重新入去舊嘅思維模式。為咗等患者進一步脫離熟悉嘅世界，佢哋仲會俾人混入去感官剝離室。呢個係冇窗、冇燈，而且好靜嘅房。患者嘅聽覺、視覺，有陣時甚至活動能力都會受到好嚴格限制。呢種環境帶嚟嘅混亂感，類似而家嘅感覺剝奪水箱。但係當時嘅患者明顯唔係為咗享受或者放鬆先留喺入邊。卡梅倫就係想啲患者喺呢種極度混亂嘅狀態，通過徹底清空佢哋原有嘅認知，重新塑造一個更理想嘅心理狀態。為咗實現呢個目標，佢會通過喇叭或者耳筒，每日幫啲患者播放長達16個鐘嘅訊息。呢啲訊息會不斷重複，而患者呢就會處於不同程度嘅鎮靜狀態。佢哋聽到嘅訊息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播放嘅係負面訊息，內容針對每個患者嘅具體心理問題度身訂造，譬如話你冇 Q 用啊，冇人愛你啊咁樣。與此同時，患者仲會繼續俾人剝奪感官，處於藥物誘導嘅昏迷狀態，而且仲會俾人注射藥物，導致暫時癱瘓。卡梅倫嘅目的就係想個患者徹底精神崩潰，等佢哋對自己嘅所有固有認知，甚至對自我嘅核心認知都全部冧晒。咁佢就可以開始同患者灌輸新嘅自我認知。呢個就係第2階段信息播放嘅目的，重新模式化階段。呢個階段一樣會持續幾個禮拜。喺呢個階段，信息仲係會每日播放幾個鐘，但係內容都變成積極嘅心理暗示，譬如話你好得人中意啊，你好叻仔啊，你乜嘢都搞得掂啊。理論上，如果呢種方法係得，患者就會重新編輯過，成為一個正常融入社會嘅人。但係最後結果實際上都係慘不忍睹嘅，因為有事實證明，卡梅倫喺第一階段咁樣用負面信息對患者進行精神打擊造成嘅傷害，往往係冇得翻轉頭嘅。無論之後講幾多好聽嘅說話都冇用。雖然卡梅倫喺報告嗰度話佢嘅治療方案好成功，但係之後嗰幾年，患者同埋家屬嘅廣泛譴責就講咗另一個故仔出嚟。嗰啲患者受到永久性傷害，包括失憶、喪失基本生活技能、大小便失禁、失眠、創傷後應激障礙等等。好多人仲衰過未入院嗰陣。其中一個患者 Jones 出院之後，成個人變到好似細路仔咁，仲會喺埲牆嗰度亂寫亂畫。佢個女話嗰啲治療搶走咗佢媽媽嘅靈魂。後嚟代表患者嘅法律團隊指出，雖然大多數患者唔係俾人強迫留喺醫院嘅，但係好多人冇能力對呢種極端治療程序寫出一份知情同意。佢哋當中嘅大部分人都係為咗尋求幫助治療焦慮症、產後抑鬱症呢啲相對常見嘅問題，根本唔知道自己會成為呢種實驗性治療嘅白老鼠。而且呢種療法從來未得到科學證實，好快就淘汰咗啦。不過卡梅倫醫生直到1967年過身前，佢始終堅信，通過消除患者現有嘅思維同行為模式，係將成年人還原到類似 BB 嘅狀態，然後強行同佢哋嘅大腦灌輸新信息，就可以徹底重塑一個人嘅心理狀態。更加諷刺嘅係，卡梅倫先後做過美國精神病學會同加拿大精神病學會嘅主席，而且喺1969年當選世界精神病學會嘅首任主席。喺當時，佢可以話北美精神病學領域最受尊敬嘅人物之一。而且 CIA 仲通過一個空殼機構向佢提供相當於而家66萬美金嘅資金支持。加拿大政府亦都為呢個項目追加咗相當於而家400萬美金嘅資金。呢啲事實足以證明當時嘅北美政府機構對佢嘅方法係幾信任啦。嗱，跟住我又問你一個問題，你最中意嘅魚係乜嘢啊？三文魚、金槍魚定係鱒魚啊？如果我話我最中意嘅魚係紅蜂，你冇聽錯啊！紅蜂都係一種魚，起碼喺美國加州就係咁樣定義嘅。
咁又點解呢？2018年，加州有一場意外危機，由於棲息地喪失、疾病蔓延同埋過量使用殺蟲劑，嗰個州嘅雄蜂數量劇減。有研究發現，北美1/3嘅雄蜂亞種喺度面臨緊生存威脅。於是州法院用咗一種又離奇又出人意料嘅應對方法。根據嗰個州嘅法律啦，想保護某種動物，通常要先將佢列入瀕危物種。但係問題就係呢啲保護措施通常就唔適用於昆蟲嘅。喺法律層面，昆蟲幾乎被視為可以隨意處置嘅生物，咁樣亦令到啲農民可以毫無顧忌用殺蟲劑趕走農作物附近嘅昆蟲。當然啦，就咁睇好似冇咩問題。但如果雄蜂真係滅絕咗，到時未來農作物嘅傳粉就會有好大嘅危機。咁應該點樣保護呢啲喺法律層面保護唔到嘅生物呢？答案竟然就收埋喺同海洋相關嘅法律文件度。準確啲嚟講，根據加州嘅漁獵法第45條，將魚定義為野生魚類、軟體動物、甲殼動物、無脊椎動物或者兩棲動物。你可能會同我一樣，對其中幾個類別覺得好驚訝。譬如話，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蟹或者青蛙會俾人歸類做魚，但係嗰個州嘅法律就係咁樣定義㗎噃。所以致力保護雄蜂嘅法律團體就睇中法律條文入邊有一條無脊椎動物。顧名思義啦，無脊椎動物就係指冇脊椎骨嘅動物。佢哋話美國本土嘅特有蝸牛雖然大部分時間生活喺陸地，但係都可以受到魚類相關法律嘅保護。如果呢啲蝸牛喺法律上都可以認定係魚，咁幾種瀕危嘅雄蜂亞種作為無脊椎動物，照道理嚟講加入魚呢類都好合理噃。但係代表加州農業團體嘅法律團隊呢，就主張反對噃。佢哋話將雄蜂作為魚嘅講法簡直係荒謬。當然呢，喺學術層面嚟講，佢哋係啱嘅。呢個主張真係好荒唐。但係呢啲團隊嘅動機好明顯呢，佢哋都係優先考慮短期利潤同埋股東利益，忽略咗雄蜂物種嘅生存，仲有長遠睇嚟依賴傳粉嘅成個生態系統。啲法官似乎亦都睇到呢樣嘢。經過幾年法律拉鋸戰，佢哋終於企喺環保呢一邊。就係咁樣，4種雄蜂亞種喺加州得到一個獨特嘅身份，被認定係魚。喺2020年，國外有條咁樣嘅新聞上咗頭條嘅，有個男人嘅鼻入邊竟然棘住一個銀仔，而且一棘就係53年。呢個唔願意將自己嘅名講出嚟嘅59歲俄羅斯男人，喺佢6歲嗰陣唔小心將一個1哥比嘅銀仔塞咗落自己右邊鼻哥窿，個銀仔塞咗落去之後就棘住啦。但因為佢驚阿媽鬧，就任得個銀仔塞住喺個鼻入邊啦。久而久之呢，佢就唔記得咗啦噃。直到半個世紀之後，佢右邊鼻完全唞唔到氣，佢先醒起呢件事。掃描之後發現，呢個直徑大約1.5 cm 嘅銀仔之所以而家先引發問題，係因為咁多年嚟，男人嘅免疫系統喺銀仔表面沉積咗一層鈣同埋氯化鈉，形成咗一個好厚嘅外殼。呢啲係人體對異物嘅一種自然反應，目的就係防止感染。但喺呢個男人身上呢種免疫反應就完全阻斷佢呼吸，好難想象佢喺個鼻度攞翻嗰嚿嘢出嚟之後，第一次唞順條氣嗰種感覺有幾爽。不過如果講到鼻塞，就冇乜嘢喺個鼻入邊塞住一嚿 Lego 更加實實在在啦。喺美國亞利桑那州有個居民喺6歲嗰陣，曾經將一塊 Lego 塞咗落自己個鼻度，佢個媽媽喺個鼻度又搵唔到呢嚿 Lego，又攞唔到，咁就以為已經跌咗出嚟啦。直到26年之後，呢個32歲嘅男人一直都唔知道點解會鼻塞，同埋無啦啦會睡眠窒息症。有一日佢擤鼻涕嗰陣時，嗰個 Lego 竟然自己跌咗出嚟，而 Lego 帶嚟嘅麻煩亦都唔少嘅。喺幾年前，蘇格蘭有個男人突然覺得隻耳仔入邊好痛，而且聽力越嚟越差啦。佢以為係發炎感染，於是醫生就開咗啲藥俾佢，但係冇咩效果噃。直到有晚半夜，佢突然覺得耳仔入邊痛得好緊要，佢驚個耳膜會穿啊！佢唯有瞓喺張床度忍住咧。就喺呢個時候，有個又細又硬嘅嘢突然喺耳仔入邊跌咗出嚟，跌埋落個枕頭度。佢開頭以為係自己耳仔入邊嘅一塊組織啦，但一睇牛晒，
係一塊粉紅色嘅細細 LEGO。但係當時呢位24歲嘅男人話佢5歲開始就已經冇玩㗎咯噃，咁即係話呢一嚿積木喺佢耳仔入邊留咗差唔多20年時間。嗱，講到20年，有個離奇故事更加要講下嘅。不過我提醒大家，睇在如來佛祖份上呢，我跟住講嘅嘢，你哋千祈唔好試。言歸正傳，我哋先認識一下呢個有極度危險愛好嘅男人，佢叫做 Tim Free。57歲嘅 Tim 呢，係美國威斯康星州嘅一個貨車修理工人，同時佢亦係一位養蛇愛好者。喺近20年嘅時間度，佢俾蛇咬傷差唔多200次，注射毒液超過800次。表面睇起身好似違背常理，近乎瘋狂。其實佢係問緊自己一個問題：通過反覆俾蛇咬，有冇可能令自己對蛇毒產生免疫力呢？佢最後經過咁多年嘅自我實驗，唔單止有答案，或者仲有機會改變世界添。一開始，阿添會隔一段時間同自己注射少量毒性相對較低嘅蛇毒。佢話自己早期曾經衰過一次，短時間之內俾2條眼鏡蛇咬傷，結果昏迷咗4日。不過佢冇因為咁樣而放棄，只不過節奏變得更加謹慎同循序漸進。咁多年嚟，佢注射蛇毒嘅劑量、毒性、強度、頻率慢慢增加，最終可以承受嗰啲足以殺死普通人嘅蛇咬，包括響尾蛇、黑曼巴蛇同太攀蛇。阿添不斷增強嘅蛇毒免疫能力，最終引起免疫學家 Jacob Glamwell 博士嘅注意，跟住2個人開始合作，研發一種通用嘅抗蛇毒血清。通常情況之下，抗蛇毒血清嘅製作方法係先幫啲動物注射蛇毒，然後提取動物體內產生嘅抗體。抗體係免疫系統產生嘅一種蛋白質，用嚟對抗病毒或者蛇毒入邊嘅毒素呢啲外來物質。不過好遺憾，呢啲抗體通常只對特定嘅毒素有效，但係相比之下，佢哋發現 Tim 嘅體內產生嘅抗體竟然可以對抗多種唔同嘅毒素。於是佢哋將 Tim 嘅抗體同現有嘅藥物結合，結果犀利啦！研究員發現，幫實驗室啲老鼠仔注射完呢種抗體混合物之後，喺測試嘅19種蛇毒入邊，老鼠仔可以頂得住其中13種嘅致命劑量。蛇毒對於其餘幾種亦都有一定嘅效果。雖然呢種抗體混合物目前可以對抗所有類型嘅蛇毒，但係無疑係一個極具前景嘅開端。不過呢種免疫力唔係絕對嘅，仲有好多風險嘅。全球大約每年有14萬人死於蛇咬傷，仲有無數人俾蛇咬傷終身殘疾，其中好多係因為冇辦法及時得到合適嘅抗蛇毒血清。所以一種通用抗蛇毒血清嘅價值，你話有幾大啊？雖然阿添最後一次俾蛇咬親係2018年，但係針對佢血液嘅研究仲喺度繼續緊，所以呢啲危險嘢都係留翻俾阿添做啦。不過要注意噃，阿添嘅古仔只係一個特例，佢嘅貢獻屬於實驗室，絕對唔係普通人可以嘗試嘅範疇。千祈唔好好奇或者誤解去模仿同任何毒蛇相關嘅危險行為，病仔緊要啊！今期我哋最後講呢一個人佢嘅一生都好傳奇，其中嘅2個經歷更加離奇。通常嚟講，做美國總統已經係一個人一生中最非凡嘅經歷啦。但係對於西奧多羅斯福嚟講，呢啲唔係佢最特別嘅經歷。須知道佢喺擔任總統期間，佢嗰啲騎呢愛好竟然將白宮變成一座動物園。我唔係講啲乜嘢，係真真正正嘅動物園。羅斯福一家都係好狂熱嘅動物愛好者，佢哋將好多野生動物搬咗入去總統官邸嘅大廳同埋花園。除咗一大堆寵物狗、貓、兔仔呢啲常見嘅寵物之外，羅斯福屋企嘅動物收藏仲包括8隻馬、1隻飛鼠、1隻獨腳公雞、2隻袋鼠、1隻豚鼠、1隻倉鼠、3隻鸚鵡、1條蜥蜴、5條蛇。有一次，羅斯福嗰個仔仔喺橢圓形辦公室開緊會嗰陣時，放咗幾條蛇出嚟，引起一場細細嘅恐慌。可能你覺得動物都夠多啦，但呢啲只係相對正常嘅寵物啫噃。仲有更加奇怪嘅動物朋友，包括一隻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嘅熊仔，佢曾經喺白宮嘅大廳嗰度自由活動嘅。
後嚟大咗成年啦，所以先送翻走啫。仲有一隻獵狼，佢曾經走出個籠，喺白宮辦公室嗰度搞到七國咁亂。仲有一隻脾氣好暴躁嘅獾，佢叫做 Saya，因為佢中意喺白宮草坪嗰度追住啲客人咬佢哋隻腳。最後尾送咗去布朗克斯動物園。喺呢啲動物入邊啊，好多都係支持羅斯福嘅人送俾佢哋屋企嘅禮物。譬如一隻叫做 Joe 嘅獅子，係埃塞俄比亞皇帝送嘅禮物。佢俾人安置喺白宮附近嘅國家動物園度。呢個皇帝仲送咗2隻鴕鳥俾羅斯福，一隻斑馬，一隻叫做標嘅獵犬。啲人成日見到呢隻獵犬喺羅斯福屋企嘅餐台嗰度揾嘢食嘅。不過羅斯福唔中意呢隻獵犬，佢話呢隻狗冇膽懦弱，後尾都將佢送咗去華盛頓特區嘅國家動物園嗰度。雖然係咁啫噃，佢都仲係好中意大多數動物嘅。喺佢做總統嗰陣啊，一共養過超過40隻寵物。不過呢啲呢，都唔係佢政治生涯入邊唯一嘅特別經歷。仲有一個離奇嘅瞬間，羅斯福嘅堅定意志同埋驚人運氣結合埋一齊，造就咗美國歷史上最不可思議嘅一幕。1912年10月14號，羅斯福喺度競選史無前例嘅第3個總統任期。今次佢代表嘅係一個全新嘅政黨——進步黨，啲人又叫做公微黨。喺呢一日，一張紙救咗佢條命。嗰一晚8點左右啦，羅斯福準備離開密爾沃基嘅吉爾帕特克里酒店，坐車去密爾沃基禮堂演講。佢坐咗開篷車，同街邊嗰啲人呢揮手致意。突然有條光，跟住呢砰一聲槍響。羅福斯喺距離兇手大約米半嘅地方，俾個揸左輪嘅癲佬打中咗。個癲佬即刻就俾人制服，仲叫埋鞋添。條街道啲人鬼殺咁嘈，為要殺咗佢。但係羅斯福自己就好冷靜噃，佢企直個人，叫啲人唔好嘈啦，然之後要求將兇手帶到嚟自己面前。當兇手對住佢嗰陣時，羅斯福望實佢對眼，問佢做乜要咁樣做。兇手嘅眼神好似癲晒咁樣，粒聲都唔出。於是羅斯福要求警方帶走佢，唔好傷害佢。個兇手叫做 John Shrake，佢曾經係紐約一個酒吧老闆。佢個衫袋有好多手寫嘅奇怪字條，專家估計佢可能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後來佢喺法庭嗰度供認，佢認為係前總統 William McKinley 嘅鬼魂指使佢去殺羅斯福嘅，所以呢個兇手就喺精神病罪犯醫院過埋下半世。翻事發當日啦，羅斯福拒絕咗即刻去醫院嘅建議，佢堅持叫手下開車送佢去禮堂。雖然表面上睇起身冇受傷，但羅斯福真係俾人打中咗心口。不過作為一名狂熱嘅獵人，佢知道如果子彈真係打穿咗個肺，咁動物就會喺個嘴度嘔血，而佢嘔出嚟嘅嘢係好乾淨嘅，所以佢肯定自己唔係傷得好重。於是雖然佢身邊嗰啲人大力反對，佢仲係自由淡定行咗上去禮堂嘅舞台，進行咗一次好激昂嘅演講。佢仲打開件西裝，等所有人睇到上邊嗰啲血跡不斷咁樣喺度擴大，而且話想殺死一隻公鹿唔係咁容易嘅。佢帶住槍傷，成個演講足足持續90分鐘，直到演講結束，羅斯福先至去醫院照 X 光，檢查完發現粒子彈已經射咗入佢嘅身度，啱啱停喺心臟附近。如果唔係嗰沓摺起身50頁嘅演講稿、鋼框嘅眼鏡盒同埋佢嗰件大外套，呢粒子彈可能已經攞咗佢命噶啦。就係呢堆嘢吸收咗大部分嘅衝擊力，減低咗子彈嘅速度，降低佢破壞力。不過啲醫生仲係覺得手術風險太大，所以決定等粒子彈留翻喺佢體內。最後羅斯福就一直帶住呢粒子彈去到1919年60歲嘅時候，瞓下就安詳去世啦。講到羅斯福嘅去世，政治家 Thomas Riley Marshall 係咁樣評價佢嘅：死神只有等羅斯福瞓着嘅時候先可以帶走佢，因為如果佢係清醒嘅話，一定會同死神搏鬥㗎。今日嘅內容就係咁多啦，我哋下期再見。